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油仔酒，秋天8月，明亮的中秋月，照伫油仔园，照伫阿母闪光的目睭。阿母将备好的油仔，有一些月光参伊的梦，一丁一丁放伫甕仔底，激出迷人的酒香，甲微微的醉意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1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南秀珍老师所带来油仔酒。所以去，咱邀请南秀珍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，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。咱的水果拢会当用浸酒啦，但是油仔酒可能较袂遐重啦，迄白色的啦。阮兜一般草地吼，足大生会都迄白油，哇！阮这白油这大米豆油，毋是叫白油，叫米豆油，像米豆较大个。哦，啥物水果嘛有，可以用红油来浸吼，可能较色较水。我较早红油，但是红油足酸啊。酒拢有一个迄落啦，油仔酒较无好食，所以无人咧浸。笔吼，一个笔吼，迄个无人部的笔，会较一个手部就是笔，笔要开啊。样就像倒字的就右边啦，样一写月光，这个幕布啊，这个补一个点嘿。秋天8月，明亮的中秋月，照伫油仔园，照伫阿母闪光的目睭。阿母将备好的油仔，养一些月光，参伊的梦，一丁一丁放伫甕仔底，激出迷人的酒香，甲微微的醉意。讲到咱台南的油仔，上界有名的就是麻豆文旦。
接下去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为咱来介绍文旦柚。文旦柚，做人来讲，文旦甲柚仔是要哪分啦吼？其实算讲柚仔有足侪种，比如讲柚仔有蜜柚、白柚、红柚、葡萄柚，啊，佮有文旦，吼。所以讲咱知影讲哦，这柚仔是一个较侪的种类，啊，文旦是其中的一种。啊，咱特别甲伊讲文旦柚，这个文旦吼，差不多伫这个清朝的时阵，伫中国大陆引进入来。啊，但是吼，是安怎咱即马听到拢是满豆的文旦柚，吼是安怎吼？这哪有一个故事？足奇怪是讲，伊引进了后吼，其实有进过来的所在，但是足奇怪就是讲，毋知影是安怎。满豆伊就是讲，即个伊种的文旦柚吼，特别好食，所以咱即马拢强调一种满豆的老抽。咱知影讲满豆其实较早有满豆虾，这满豆这虾吼是一个，伫这个荷兰时代吼，因为伊伫安平嘛，所以满豆是毋是离安平较远？吼，所以伫荷兰人的目睭内底吼，满豆虾是一个足强悍、足歹教识、足歹进化、足歹收买的一声一个民族。所以讲，伊来感觉讲满豆虾足歹的，因为讲起冲突的拢是伊嘛。啊，甲新港社无共款，新港社伫安平。所以讲，伊可能常常有足侪时间和接触，啊，因个尾仔个有教育。所以讲满豆吼，敢若即个满豆文旦吼，咱若想着较早的满豆虾，我感觉即个满豆油吼，都有足侪联想。对咱即个西拉雅族，咱台南是西拉雅，即个西拉雅族的联想，足趣味的嘛吼。伊种足侪所在，是安怎满豆的文旦上好食？是毋是伊即个民族、即个人？本身就较强悍，吼，伊即个土壤是毋是就较特别？伊种出来的即个文旦柚嘛，足特别的。咱会当用即个文旦柚去看较早的满豆虾，做一个联想。秋天8月，明亮的中秋月，照伫柚仔园，照伫阿母闪光的目睭。阿母将备好的柚仔养一社月光。参伊的梦，一丁一丁放伫瓮仔底，结出迷人的酒香，甲微微的水意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南秀珍老师写诗。杜妙仪小姐主题讲解，洪昭文以及虎城小花蕊的大姐婷意吟诗，专门给电台制作、教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